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9。箴言17章17節咧講：朋友時常相親愛，兄弟的出世為着救患難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甲朋友時常相親愛，甲兄弟佇患難中相救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願學落你，稱頌你至尊至聖的名，因為你是永無改變的上帝，你的慈愛線到永遠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代。主啊，你佇阮歡喜的時，甲阮同歡喜；佇阮憂傷的時，親自來安慰阮；佇阮軟弱的時，用你帶領的手扶持阮。願要感謝學落你無煞。主啊，求你將疼人的心放佇阮的內面，互阮毋但是佇順境中彼此相疼，閣較會通佇困難、患難、失敗、甲結局的中間，成做別人的扶持甲安慰。求你也幫助阮，珍惜你所賜予阮的兄弟姊妹甲屬靈的同伴，互阮彼此包容、了解、帶導，佇疼內面彼此建立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